會遊香港壓力應援第四季感性與理性14集三合土種花。好希望手上有好多精彩嘅故事同大家分享，為解說所提出嘅諗法增加趣味。可惜我以書本同論說為伍，好齋冇計，只能夠對湧現喺我腦海嘅語言更加敏銳，更仔細聆聽。話說上集喺群體生活特質 peoplehood 玩對照，提出人性特質 humanhood。呢集嘗試解釋多啲。德國歷史學家滕尼斯區別有機共同體與機械式社群兩種群體生活特質，英文分別翻譯成 community 同 society。英文嚟講有認為兩者係同義詞，不過納粹黨利用有機共同體作為其種族政治，團結當時德國人，同時對外來移民進行種族清洗。之前講過，戰後德國至少喺學術界同知識分子中間，Gemeinschaft 有機共同體係個禁忌詞，絕口不提㗎。人類群體生活特質可以分成好多種，正如上集已經指出，有機共同體同機械式社群，佢受到不同生活處境嘅條件限制。既然受條件限制，我提出人性特質，意思係以未受太多客觀條件限制嘅人性嘅本質，喺城市化嘅社會重構有機共同體，避免重蹈納粹嘅覆轍之餘，更積極嘗試建構自下而上為基礎嘅集體生活，康復香港被野蠻霸權蹂躪而帶嚟嘅惡果啦。我喺法國人類學同社會學家布迪厄身上學到將條件限制 condition 同條件化 conditioning 區別開嚟。雖然有機共同體被種種條件限制，喺現代工商業社會似乎不可行，但係我哋可以進行條件化，即係改善條件，將有機共同體適切於當下嘅社會。至於能否成功而唔需要太多妥協，支點在於人性特質上。對布迪厄同本雅明嚟講，重尋人性特質係揚升同教化上面嘅問題。原因啟蒙運動同現代理性通過分門別類同極化嘅知識生產，用以創造人嘅自我形象，即係塑造人嘅特質。所以我哋需恢復未被現代理性規劃嘅人性特質。而加特馬提醒我哋，詮釋學基要任務在乎兩大方面，除咗叫人喺真理事件上達至共同理解，仲要達至人嘅自我理解。自我理解而唔係視人為一張白紙，由現代各種知識喺上邊定義人係乜嘢。加特馬揭問我哋人生中有冇試過喺操控生命，好似生涯規劃等，以及各類型技術知識，包括專業知識同生活上使用各類科技嘅技術等等以外，探究過人生在世嘅經驗呢？例如我哋受當代社會影響，講求個人快樂，連抗爭都要快樂抗爭。反過嚟又會唔會追求共有嘅良善，或者不受條件限制嘅自我理解？例如不受職業等需要為目的嘅去認識自己嘅性格、才幹同喜好呢？根據亞里士多德嘅倫理學，追尋快樂只係次要，良善先至係首要嘅倫理守則。所以我會以慈惠嘅舉措，例如19世紀保護童工、解放妹仔等事蹟，作為香港建港嘅重要基礎。中國傳統強調身體性存有，例如君臣父子等，雖然被批為封建，但係身體性存有講嘅身體身，意指伸延嘅身，體則聯繫禮，指向關係同倫理，名副其實咁具體指向人生在世嘅基本經驗。加特馬進一步強調，人參與喺生命力量嘅洪流裏邊，人並冇創造生命，頂多係再創造而衍生下一代。佢舉出亞里士多德認為神性係人生終極目標 telos， 而呢個終極目標並唔係生命現象以外能夠發現嘅。相反地，人可以喺有限嘅經驗裏邊，
讓生命力量引導我哋進到神聖生命嘅源頭去。冇錯，我哋體驗過生活種種限制同壓迫，又受過生活毫無意義嘅虛無主義挑戰，或者發覺喺香港都冇法子以香港人嘅身份生存落去，處處舉步維艱。我其中一位論文導師同加特馬傾過偈，發覺佢好好人。加特馬好有趣，佢表明真理事件係從不間斷咁接連於各種嘅生活現象，但係真理事件又唔使依靠任何外在嘅概念或者高深嘅學理先至可以理解嘅。佢強調，只要具有基本語言能力，憑藉良善嘅倫理意向，就係打開人生經驗嘅鑰匙嚟㗎啦。原因語言本身就會將人性本質呈現出嚟，佢稱之為語言嘅自我呈現，即係話詮釋學嘅深度可達至字面解讀以外，達到生命現象嘅底蘊。如果你問 AI， 你永遠揾唔到語言自我呈現係叫人可以共現 co-presence 嗰個基礎嚟嘅，亦即係有機共同體嘅基礎啦。我哋仍然討論緊點樣為香港有機共同體開拓適切嘅條件。加特馬經歷過二戰納粹戰敗同埋海德格主張非常有限嘅存有概念，而佢仍舊保持一個好強嘅信念，認為人都會探究生命力量何去何從呢個超越性問題。我源自東江客家，爺爺去咗越南揾食，先父又喺香港成長，我都會詰問自身，為乜對香港喺世界舞台上嘅地位仍然保持信心，而唔係悠哉悠哉為自己好好過活呢？無論如何，我哋偶然也好，被遭遇或者俾人挑起條筋也好，都會想問生活為咗乜，又要從中理解自我自己嘅角色，即係要同生活經驗達至共同理解，甚而追問生命意義等哲學同宗教問題。咁嘅想問完全係唔使 call， 根本可以喺語言邏輯上面進行。而語言內在嘅邏輯好簡單，對話同問與答，可以只係自己對話、自己問答，當然更加可以同他人對答啦。加特馬稱之為人生活喺人性嘅家居裏邊，基本上就係人自然而然不受各類條件限制，都會去詰問嘅人性本質問題。言下之意，群體生活本質與人性本質兩個極端之間，只要我哋能夠揚升當中延伸嘅地方，喺留港同在外嘅原生香港人中間樹立有機共同體，其實未必係冇可能嘅夢想。更可貴嘅係，讓人有自由空間去摸索自身參與嘅方式，實踐異質性主權式嘅自由。喺接連群體生活本質同人性本質過程裏邊，的確需要少少提醒同教化。問題係從何入手呢？既然語言內在邏輯經已蘊含住人性同生命本質，答案就係揚升語言嘅使用同交流上面啦，係咪？我哋唔需要係語言學者都識得對話同問答，亦都會識得順住話題打開更深入嘅內涵，同人傾偈。無論係閒談或者討論某啲題目，有啲人總係有佢講冇人講，高招啲嘅就會搶主導權，結果一樣，自話自說，叫對話完全失落意義。所以首先要留意對話嘅意向，究竟係要霸場同炫耀個人權勢啊，抑或要禮尚往來咁聆聽對方同自己嘅講話呢？我哋又唔係去見輔導 counseling， 唔係以語言表述讓輔導員醫治人內心嘅創傷，因為喺輔導嘅情景，權力關係並不均等，好似醫生同病人不平等嘅關係。況且對話建基於互有問答，彼此互助合作，為共同關心嘅題目實作起嚟，正如為守護香港而持續抗爭呢個共有嘅目標。再者，我哋香港人都習慣喺鬧市人群中穿梭，群眾喧鬧沸騰，而且街道上嘅擁擠、燈光同閃耀嘅屏幕，跟我哋嘅居室連成一體。無論喺公共或者私人空間，個人無聲，
冇自己個別嘅聲音，原因冇機會俾你訴説遑論深切嘅共同理解，係咪真係咁呢？我哋隨住潮流回盪，冇錯，我哋永遠在先，但係坐低面對面無條件咁係同人對話、深切交流，又曾幾何時呢？又有幾多人認為根本冇呢個需要呢？讓我哋低聲訴説革命，喺對話同問答上邊起革命，好似喺水泥路上種最漂亮嘅花，我哋心目中嘅香港之花。再聚。